近20年講粵語嘅人咧，確實係有啲下降得有啲嚴重。我前同事諷刺我係老廣為民，意思就係話咧，我講白話唔係太高級，淨係得翻啲老人講啦，就冇咩後生中意講啦，遲下就冇人講啦，唔似普通話全國都講。語言越多人講越高級啊！英語全球有15億人講，係咪好高級啊？崇洋媚外。語言咧其實就溝通工具嚟嘅啫，冇話高唔高級嘅。咁你話啦，士巴拿同螺絲批，你話邊個高級啲啊？普通話咧係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全國推廣嘅，佢嘅前身咧其實清朝嘅官話，就以北方嘅方言為基礎嘅。如果真係要論資排輩咧，粵語其實係從先秦一直流傳到而家喎，好多咧嗰啲古籍裏邊咧都揾到唔少啲粵語字嘅，所以咧點解話用粵語讀古文啊、讀唐詩咧就會順口啲、好聽啲啊？不過近20年講粵語嘅人咧，確實係有啲下降得有啲嚴重。中國大陸及海外嘅粵語使用人群咧，大概係1.2億，海外嘅數據比較穩定嘅。中國大陸喺2001年咧大力推普之後咧，就大家都明啦，有啲下降。由2007年嘅6700萬到今年就預測只係剩翻大概4000萬左右嘅啫。原因之前大家都講過啦，一來係政策、人口結構啦，二來係因為啲細路仔喺學校唔講嘛，咁佢翻到屋企之後，父母又唔重視呢個母語傳承，咁咪好多變咗嗰啲嘅本地撈咯，係咪？同埋本地媒體又唔係太爭氣啦，即係如果有一啲優秀啲嘅粵語節目嘅話咧，咁啊多少有啲耳濡目染效果嘅，就好似以前我哋睇 TVB 卡通啦，到而家一直都保持水準。你仲記得有咩好睇嘅粵語節目啊？評論區請賜教。